总部。其实我也一样，在我没有见到奖牌的时候，我不敢到团部去，我不敢见总军领导。每天晚上到总部开会的时候啊，人家其他中心的什么羽毛球、乒乓球，都总部去开会。他在那几天在刘翔比赛之前，罗主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不去。我只能跟我的队伍们在一起，大家就是失利了再组织力量再去比。即使去了总部，找一个小角落往那儿一坐，头也抬不起来，不敢面对领导，觉得那个就一天一天的这样，就是说了说是很煎熬人，很熬人。可以说这10天太难熬，时间太长了。中国田径代表团这次31个项目，52个运动员参加比赛，我们就是在4个重点项目上拿到了金牌和名次，那么就意味着有20多个项目我们进不了前8，几十名运动员我们有的甚至连决赛都参加不了，有些跑的项目上去就是一轮发了一枪就淘汰下来了，跟世界的田径强国相比，我们差距很大，不光是中国，整个亚洲水平都不高。当时预赛是在上午，那是我们在赛场上，在奥林匹克赛场上第一次见到刘翔。这边是110米栏啊，刘翔马上要进入小组赛。他已经在奥林匹克奥运村当中待了大概5天了吧。天天就是饭堂，在住的地方，就大家都打打牌，有时候没有其他事情可做。就感觉这个比赛快点过去算了，对啊，这只是个游戏，就是暗自在自己心里提醒自己，不用太紧张。就是特别盼着来这儿。没有，就是自己把自己的兴奋点还是压一下。刘翔是在第3小组第4档，从预赛开始6组4组，再慢慢的复赛的2组。当然是一组一组减少，到最后决赛就8个人了。一共本来有60多个人参加比赛，一轮轮淘汰。运动员比赛是有很多自己的习惯的。刘翔我们看到就是要在最后上道之前把最后比赛的背心拿出来穿上。奥运会的比赛是4强，对刘翔来说，这样的比赛强度是第一次。世锦赛只有3强。而且其他的大奖赛只有1强决胜负，4强对他来说连续征战，而且从中国飞到欧洲去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，适应时差，而且要适应那个高温下的比赛，对他来说第一次。也挺喜欢比赛这种感觉，就是很疯狂的感觉。我当时心情什么心情呢？就希望比赛早点就到来，早点结束。我感觉多熬1天就多一份负担，那早比要早结束。但是我们这个高呢又是最后的那个项目，所以到后面就是在熬日子的意思。因为看别的项目都已经比好了，都拿到金牌了，我也知道每个运动员其实为之都付出了很多，对，很不容易的。我也自己在想，这是我第一个奥运会，自己一定要好好比哦。短距离项目大家都不敢想，说实话都不敢想。比赛的胜负，赛场上的风云变幻太难预料了，没有一个人敢打仗的保票。只是刘翔进入前8名就已经完成任务了。当时的任务就是刘翔站在决赛起跑线，代表中国，那已经是一个历史。创造新的历史了，已经完成任务了。拿奖牌那就是额外的完成任务，金牌就是一种太额外的完成任务。压力是不可能没有的，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能够控制自己，可以把压力简化掉，化为动力。预赛的时候很轻松，拿了一个第1名。
啊，感觉很轻松，对，一下子有底了，对，因为刚过去嘛，可以说各方面原因还是或者饮食啊或者时差啊还没倒过来，就自己没有一个底。预赛跑好，一下子心里有底了，哇，这么轻松就跑27，哦，感觉很舒服，很爽。自己跑下来也不是很累，因为北京毕竟准备了这么多时间，2个多月的辛苦，应该是没有白费。当时比赛之后，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个短的采访，在混合区，刘翔的状态也是真的是很好。来击个掌，终于听枪了啊！兴奋吗？兴奋啊，对，没问题，自己感觉神经很放松，对，就这样跑个3枪，这样3级4级进决赛了，一个接着一个拼，事实上最难跑的应该就是第2枪的比赛，因为第2枪才能决定你能不能进入半决赛。在半决赛当中，如果说就是全力以赴拼一下的话，进入决赛，刘翔应该就是说完成这次奥运会的任务了。我们觉得呢，他在这次奥运会很有希望，那么应该给他创造一个很宽松的环境。这个罗准的压力特别大，很多的压力呢，我们必须自己